你就用呢個四個 C 去檢查一下自己個電郵咧係咪一個優質嘅電郵。咁而個行文咧就係咧跟從住呢個四 C 嘅原則咧，就係我哋一般嚟講喺國際商貿啦，無論你同香港人嘅電郵溝通，同世界各地任何人嘅電郵溝通，都係遵從住呢四 C 嘅原則嘅。咁呢四 C 喺而家你見到 PowerPoint 嗰度已經係好清楚睇到啦，分別係 correctness，你嘅英文要正確，因為咧畢竟你發一個電郵就係代表住你自己同埋你公司，所以咧我哋唔能夠負擔得到做一個錯喺裏邊，有一個錯英文喺裏邊嘅話咧，人哋就會即刻會聯想得到咧你係唔小心啦，寫得好同壞咧，人哋又會有機會覺得你個工作能力係強同弱嘅。我諗你都想象到，你睇到一啲嘅收到一啲電郵咧，都好容易 spot 到一啲嘅錯處喺度，你即刻會覺得對方咧。好似個工作能力係弱一啲嘅咁所以咧呢個係完全關乎咧一個你個人嗰個形象，同埋你代表住公司嘅形象。咁 correctness，第二個 C conciseness 精簡，電郵嘅長短啦，有一個相當重要嘅含義嘅。如果你寫得好冗長嘅話咧，人哋亦都係咧會覺得乜嘢咧？你嘅工作能力弱啦，並且有機會咧佢覺得你係浪費緊佢嘅時間。咁呢個係一個好差嘅一個印象同感受嚟嘅，咁所以你寫得越短，其實咧對於對方嚟講咧係越舒服，並且咧大家都有個共識喺國際上邊，就係你唔能夠假設對方有好多時間去睇你相當多嘅細節嘅，最緊要將個重點講出嚟就可以。一陣我哋就睇睇咧點樣可以寫得好精簡啊嚇。咁第二點同第三點咧好似矛盾咁樣嘅嚇，又要精簡，但係同時間咧亦都要完整。咁呢個完整嘅概念係一個咩概念咧？就係你希望個電郵係唔需要對方再要翻嚟問你 follow up 嘅問題，問你一啲跟進問題要你澄清，所以對方需要知道啲咩咧？喺你一個電郵裏邊已經涵蓋晒。咁所以我哋點解就話要切換自己嘅角度咧？諗下啊，如果我係嗰個收件人嘅話，睇咗個電郵之後，佢係咪已經知道晒所有要知嘅嘢，而唔需要再翻嚟追問我嘅咧？咁呢個就係嗰個完整度嗰個概念，第三個 C。而第四個 C 咧，cordialness 就係一個正向、友善、親切嘅一個訊息。除咗人哋要知道嘅資訊之外咧，好多時候任何嘅訊息咧，除咗有個 message 內容之外，仲有一種咩啊？一種感受。認知上面有啲嘢對方知道啦，同時間能夠令對方有一種舒服、開心、正面嘅感覺咧。咁呢個喺商用電郵裏邊咧係非常重要嘅第四原則。咁你記得啦，準確啦、精簡啦、完整咧，人哋唔需要再翻轉頭問一啲嘅追問一啲嘅問題，追加一啲嘅電郵來來回回就好浪費大家時間。